请问俗语讲鸟走过头，鸭母鸭尾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行行出状元，还是中班胜过极端，中班。中班胜过极端？我是可能是C 啊，C 哦，啊你呢？我是 C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伊咧讲啥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嘛？就刚像那个乌龟比赛，乌龟跟兔子比赛的那种。哦。哎，伊只是可能换一个字，安尼鸟走过头，鸭母鸭尾后，哎，啊有影。鸟有当时冲在头前啊，是，你讲伊早先啊，就半路伫遐咧休困啊。阿母就慢慢行一步一步来啊。对，到尾嘛是我的啊。好，来，你4号，哎，我跟4。这句话是咧讲吼，咱唔通像鸟安尼吼，冲过头去，因为鸟有时就是足好奇啦吼，逐项代志看到拢要先走去看卖吼。对。安尼唔好，就是莫伤冲动啦吼。啊嘛唔通像安尼吼，行遮尔慢着吼，因为你若行遮慢吼，要代志做成吼真困难。啊，但是你代志要成功，嘛唔是讲足紧就会成功，所以咱来靠咱的这个坚持毅力，吼，一直坚持到底，安尼咱才会成功。